袂少的长辈因为喙齿落了济，影响着食食，拢会以活动加喙齿来增加家己食食的能力。但传统局部活动加喙齿，因为异物感较大，真侪长辈挂久黏膜会痛，活动的加喙齿容易落，会无想要挂。因此，基美病院齿科部针对坐齿落齿的治疗，除了活动加喙齿、人工植牙，现在还佫结合植牙搭配局部的活动加喙齿，就会用解决喷假牙甲黏膜摩擦受损的困扰。我们一般传统的局部的活动假牙，那这种局部活动假牙，我们是靠一些牙齿跟牙肉来帮忙支撑这个假牙。那因为我们知道，黏膜也是牙肉，它会比较软，比较容易受伤，所以在这种假牙的佩戴上，病人很常因为牙肉吃东西可能会疼痛，而有咀嚼力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况，很多东西咬不烂，再加上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的时候，黏膜会有疼痛的问题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如果我们适时的在一些没有牙齿的地方增加一些植牙的支撑，让这个假牙是牙齿跟植牙一起帮忙支撑，而不是牙齿跟黏膜来帮忙支撑这个假牙的话，病人在吃东西上咀嚼力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。那再来就是也可以减少黏膜被压迫的问题，病人也比较不会有疼痛的状况。医师强调，不管是活动加喙齿或者是植牙，拢要注意清洁。虽然活动加喙齿会用的客落来清洁，不过咬合力较差。而植牙搭配局部的活动加喙齿，因为有植体的支撑，咬合力会较好挂。而且嘛，唔免搭起来植牙，费用相对会比人工的植牙较省，提供民众无同的选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